是念修百字明的部分。百字明复次于金刚萨埵，佛父佛母无二无别之心见，观想一叶轮，大小如压扁的芥子时，其上有一白色红子，宛如毛发所画一般，念诵百字明一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要前面有观香，就是这个这个都是前面的部分是念诵的一段，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仪轨嘛，然后呢就在接下来就是观想的部分。我们观想图钉上的观想的那个金刚萨埵佛父佛母的心见，观想一个白色的叶轮。那么这个叶轮呢，就是比较小的，也非常小的，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大小并不是特别重要。这里面讲的就是从这里听起来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感觉，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前面有没有啊？有。你们说话，我问的时候你们赶快那个回答啊。好。有那个为什么也这样想呢？因为就是它就是有一个芥子，是不是？芥子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嘛，对不对？它压边了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变成圆形嘛，对不对？对。芥子是一粒，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丸子嘛，对不对？它一个圆的一粒怎么说呢？那个圆性的一粒东西，就是把它压下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圆的，对吧？对不对？对。好，那这个时候，因为就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芥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金刚萨埵佛父佛母心见的这个怎么说呢？叶轮是观想成为那么小的一个叶轮是不需要的。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呢，就是可以认为它的形状所谓的这个戒指就是它是一个圆性嘛，压下来就是会变成一个圆性的，所以这个不要为大小的单位尺寸，好不好？那它的形状为重要的，所以白色的月胆上面呢，就是叶轮上面呢就是一个白色的叶轮上面呢就是红字，然后红字张眼无比的，就像一根毫毛画出来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红字然后我们就开始念诵金刚萨埵的百字明。百字明呢，我们要曼德萨埵萨玛呀、玛努巴拉呀、曼德萨埵迪努巴提禅如准备巴瓦斯图卡尤梅巴瓦斯布加尤梅巴瓦阿那拉多梅巴萨罗斯的梅热呀的萨罗伽玛斯达梅子方谢呀格隆红哈哈哈哈不班个问萨罗达达格达门达玛门门准备的巴玛萨玛呀萨埵就这样那个百字明嘛，对不对？对。那百字明念诵的时候，一般你们都会念百字明，所以今天也不需要特别的这个方面就是要学习。但是百字明就是有2个版本念诵的时候，那我们左倾的版本来说的话，就是曼德萨埵萨玛呀玛努巴拉曼德萨埵迪努巴提禅如准备巴瓦斯杜尤梅巴斯杜尤梅巴，这样不会念那个斯多卡尤梅巴瓦斯波恰尤梅巴瓦。都会念斯都有梅巴瓦，斯不有梅巴瓦。那我们左倾传承的都是这样念，但是呢，这2个都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一般都是在我们一起念的时候都是念斯多卡有梅巴瓦，斯波恰有梅巴瓦？因为都一样的，没有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呢，就是对这个汉人的社会里面。传承藏传佛教的传承怎么说呢？第一个出来的在把脉传承里面呢，左倾是比较晚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认识之前，你们学的都是都开要麦巴吧，不开要麦巴，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没有特别的去改什么，因为白泽明大家都比较会念的部分来说呢，更早的时候呢，人家把白泽明唱出来了嘛，对不对？班达拉萨多萨玛呀玛呢巴拉呀，唱得很好听嘛，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就是很多的人，不管是有没有皈依的，很多人都会唱出来嘛。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后来我们在传的时候也不用改，那到现在也一样，你们就是修白泽明的时候也不用改，就是这样念就可以了，都是对的正确的。然后观想白泽明什么念一下这个，好似竖立的兽脚一样，对，互不抵触，旋绕于哄子之后自己以什么祈祷的方式口诵之后自己以祈祷的方式口诵百字明，观想从所有的文字中犹如火熔钢冰沉水一般源源不断的降下大悲智慧甘露。那这个中间呢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念诵白泽明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一天的就是要做白泽明的功课的过程，就是在这里，就是不管是今天你念诵100次、200次、1000次，或者是多少次，这些都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们要前面所学习的部分，都是在这个观想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怎么说呢，降下甘露这些来说吧，又比较后段的，然后一直都是在这样整个的就是重复观想，从前面观想到最后就是要融入甘露的这个过程，又重复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就是要做很多次的观修通过身体从佛父父母相应的密处流入自他一切众生的头顶使体内的一切疾病。那从这里我们要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就是比如说流入自他一切众生的头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因为我们修持金刚萨埵法的时候，我们以前我们观修发心的时候，观修皈依的时候一样的。那么在修持金刚萨埵法、观想金刚萨埵佛的人，不光是自己一个人，一切众生一起，我自己为主要的所有的一切众生围绕着自己，然后再修持所以每一个众生的在头顶上有观想一尊金刚萨埵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知道，把金刚萨埵的怎么说呢？佛父父母在透过身体，然后就是要流出的这个甘露呢，然后进入自己的头顶，就是大轮当中。这个呢，就是不光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所有的众生获得这个甘露，所有的众生一起在修持，一起获得甘露。因为我们的修持是不光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所有一切众生，所以这里面也是会出现自他，对吧？对。那我们观想也是这样去观想自尊自论着空着